大家好，威文今日會介紹沙田廣場 B 座低層2號室，一個面積722尺，3房1套2廁嘅單位，我哋一齊出發去睇睇。喺沙田區住得方便，預算又唔好太高，咁沙田廣場都係一個選擇喎。單位設有小型露台，坐向東南，陽光灑滿入屋，採光通風都唔錯，適合喜歡明亮環境嘅家庭。客廳大約有17平方米，方正實用，實用尺價大約喺14,000蚊尺左右。對於一個位於新界東核心區、配套成熟嘅分層單位嚟講，性價比高。走廊左手邊係廚房，有2個通風窗，可以同客廳有對流嘅作用。走廊右邊係第一間嘅睡房，大約有6.4平方米。屋苑位於沙田正街，交通方便又快捷。屋苑周邊商場、餐廳林立，休閒娛樂選擇豐富。浴室採用淋浴間，亦有通風窗。而第2間睡房就更加大約有8.8平方米。屋苑附近亦有公園，晨運散步皆宜，有益身心健康。主人套房亦大約有8.8平方米。屋苑小學校網係91，而中學校網係沙田區，教育資源穩健，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基礎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